大家好，大家講英文嘅時候，有冇覺得自己嘅發音明明好似啱咁，但係聽落去總係同外國人講嘅英文爭啲呢？又講唔出點樣唔妥喎。喺香港，大多數市民嘅母語都係廣東話，我哋講英文嘅時候，唔多唔少可能會受到廣東話嘅影響，而忽略咗一啲英文發音嘅重要原則。好多英文字都係由超過一個音節組成，例如 washroom 呢一個字就有2個音節，而英文嘅音節係有重音同非重音之分。喺 washroom 呢一個字入面，第一個音節係重音節，讀嘅時候相對地係要高音啲、長啲同埋大聲啲 wash。而第二音節 room 係非重音節，讀嘅時候要低音啲、短啲同埋輕聲啲，所以我哋會讀 room 而唔係 room， 所以唔會將呢2個字嘅2個音節都讀成重音 washroom， 而係讀成 washroom 先至啱。習慣講廣東話嘅人，有機會喺講英文嘅時候，會不知不覺咁樣加入咗廣東話發音嘅特質，將英文每個音節都讀得差唔多咁長同埋咁大聲，而冇留意到英文係有非重音節嘅存在。大多數英文單音節嘅字讀嘅時候都係重音，例如 cat、sky、clean， 即係讀嘅時候音會稍為高一啲、長一啲同埋大聲啲。而每個英文多音節字裏面就只有一個主要重音節，例如 playgroup 呢一個英文字就有2個音節，第一個音節 play 係重音，所以讀嘅時候要高音啲、長啲同埋大聲啲，係 play。而第二音節 group 就係非重音節，讀嘅時候要低音啲、短啲同埋輕啲，所以要讀成 group， 而唔係高音嘅 group。2個音節連續讀嘅時候就會讀成 playgroup。有冇留意到第一個音節比第2個音節高音啲、長啲同埋大聲啲呢？嚟多一次 playgroup， 千祈唔好讀成 playgroup 喎。如果咁樣讀嘅話，2個音節都會讀成重音，咁就唔啱噶啦。係咪有啲唔慣呢？俾個提示大家，讀 playgroup 呢一個字嘅時候，集中注意力喺第一個音節，而第2個音節發音嘅時候放鬆一啲，唔使刻意讀得咁大聲，咁樣自然就會讀得更好、更流暢噶啦。我哋睇多少少例子。I'm hungry. I want a hamburger and a strawberry yogurt from my favorite fast food shop. Let me order the food from its website. Great. Any discount today? 喺頭先嘅對話裏面，大家有冇發現有幾個英文字嘅重音係放錯位嘅呢？包括漢堡包。片段裏面嘅男士講咗 hamburger， 將重音放咗喺第2音節。其實呢一個字應該讀成 hamburger， 重音應該放喺第1音節，而第2同埋第3個音節就係非重音啦。而士多啤梨呢一個字，片段入面嘅男士發音嘅時候，將3個音節都變成咗重音 strawberry。其實呢一個字重音係喺第1音節，而第2同第3音節都係屬於非重音，所以應該讀成 strawberry。另外，短片嘅女士將網站呢一個字讀成 website， 2個音節都讀咗重音，但係其實重音係應該放喺第1音節，而第2音節就係非重音，所以應該讀成 website。最後
短片中嘅男士問到折扣嘅問題，將折扣呢一個字讀成 discount， 但係喺呢一個情景底下 ，discount 係一個名詞，重音應該係放喺第一音節，所以應該讀成 discount。discount 字啱，我哋一齊聽下學者點講。廣東話使用者在發多音節英文單字的時候，常會將每個音節賦予相同的重音，使得強弱音節難以分辨，或是重音的位置錯誤。這個現象的原因，第一是母語影響。由於廣東話是音節計時語言 （syllable time language），使用者習慣每個音節都以近似相同的時間發音。廣東話也是聲調語言 （tone language）。使用者習慣於在單字中改變聲調，少有弱化的現象。第二個原因是輕忽學習英語重音的重要性。許多廣東話使用者表示，他們注重個別的元音或輔音發音，而非單字重音。等我俾多個字例大家啦。rectangle 呢一個英文字有3個音節，呢一個字嘅重音節係第一音節，所以讀第一音節嘅 rec嘅時候係要高音啲、長啲同埋大聲啲。rec 呢個字嘅第二音節同第三音節都係非重音節，讀嘅時候就要低音啲、短啲同埋輕聲啲啦。所以千祈唔好將重音放喺第二音節，讀成 rectangle， 咁就唔啱噶啦。整個字3個音節連接咁讀，應該會讀成rectangle。根據我在香港近20年的教學經驗，並從我開發的英語發音語料庫中的語音資料，可以觀察到這一點。母語為廣東話的學習者，在多音節單字中常會放錯重音，或加入額外的重音。例如，來自中文使用者的語音資料庫中，我們分析後發現有超過一半的人放錯了主要重音，也有超過一半的人加入了額外的主要重音。由於出現的頻率高，我們相信英語單字的重音對他們來說是困難的。至於困難的原因，主要是受母語的影響，而且單字重音本身就是一個難以掌握的語言特徵，既複雜又難以預測。此外，這個特徵在英語發音教學中也常被忽略，所以我認為廣東話使用者覺得英語單字重音是困難的。咁我哋再睇多幾個例子。Remember to use this template and write about your plan. Should we write about how we will contribute to the company and implement our plan? Yes, and we will distribute your plan to our branches. 喺頭先嘅對話入面，大家有冇發現有幾個英文字嘅重音係放錯位㗎？包括範本嘅英文，經理讀咗 templates， 將重音放咗喺第二音節，其實正確嘅讀音係 templates， 重音應該係放喺第一個音節。另外，片中嘅員工讀咗 implement， 將重音放咗喺第三音節，其實正確嘅讀音應該係將重音放喺第一音節，其餘音節係非重音 implement。不過片段當中仲有2個特別嘅英文字例都值得大家留意一下嘅，包括貢獻同埋分發呢2個英文字。片段中嘅員工同經理分別都將呢2個字嘅重音放喺第二音節，讀成 contribute 同埋 distribute。但係你有冇聽過有人講呢2個字嘅時候，都會將重音放喺第一音節，讀成 contribute 同埋 distribute。咁究竟點樣讀先啱呢？其實呢2個動詞英式或者美式嘅標準發音都會將重音放喺第二音節，即係 contribute 同埋 distribute。而英式發音亦可以將重音放喺第一音節，讀成 contribute 同埋 distribute。所以當大家聽到有人將呢2個字嘅重音放喺第一音節或者第二音節咁讀嘅話，就唔好覺得奇怪啦。
雖然呢兩個字咁特別，重音可以放喺兩個唔同嘅位置，都唔會改變佢哋嘅意思同埋詞性。但係呢一類英文字只會係佔少數。要確定一個英文字嘅重音位置，查字典就係其中一個最穩妥嘅做法啦。原來重音同非重音節喺英文嘅發音係咁重要㗎。大家如果留意非重音節嘅正確讀法，除咗發音嘅時候可以輕鬆啲之外，仲可以令到我哋講英文更加貼近地道英文嘅發音，同埋更加自然流暢㗎。下一部分我哋會講下讀得最輕鬆嘅英文元音，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